大家好，我哋睇 Carrie 啊。如果喺過關嘅時候，你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唔記得咗帶回鄉卡，又或者我唔見咗個回鄉卡，咁可以點算呢？咁而家嘅公佈就係話咧，3月20號開始咧就可以喺網上面即時做一個叫做臨時通行證，係啦。咁我咧都跟住啲步驟咧做過嘅。咁大家不如睇下最後我成唔成功啦。首先我哋去小程式度搜尋，揀選中國公民服務，再揀選港澳台居民臨時通行證。臨時通行證有效期7日，每月最多可以申請2次。申請嘅時候揀選申領，揀選返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，根據返指示入返晒所有資料，我就一直卡住咗喺個密碼度。係啦，咁最後咧，我唔知點解我係最後都係唔成功嘅。咁大家有需要嘅時候都可以試下，你睇下可唔可以事前試一試咁樣啦，又或者再留意多啲嘅公佈啦，唔知係咪啱啱新出咧嗰個嘅系統方面嘅情況，係啦，可能之後慢慢會再優化、再更新，會再好啲都唔出奇嘅。係啦，咁希望呢個資訊都可以幫助到大家。我哋下次分享再見啦，拜拜。